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，今仔日是9月初5，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9节。兄弟姊妹，我到今对恁讲话，袂当看恁做属圣神的，是属世的，是基督信仰的婴仔。我用你饲恁，无用饭，因为你也袂当食饭，到现在嘛也袂当，因为恁犹阁是属世的人，恁中间有怨妒，有纷争。安尼，敢毋是证明恁是属世的，是照世间人的方式在生活。恁中间有人讲我属保罗，嘛有人讲我属阿波罗。安尼，恁甲世间人有啥物无共款？阿波罗算啥？保罗算啥？阮不过是上帝的册用，因带恁相信。逐个人照主所予因的职责得做。我栽种，阿波罗压水，毋过上帝予伊大长。野种的甲压水的拢无重要，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才重要。野种的甲压水的拢相款。上帝会照逐人的工作甲因报赏。阮是上帝的同工，恁是上帝的田园，恁嘛是上帝的建筑物。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勉励，爱因伫属灵的顶头，诚做大人，无阁诚做囡仔，无阁食奶，乃是爱伫遐长大食饭，互咱每一天的生活拢会通下伫伊的旨意。因为野种甲压水的拢无算啥，只有上帝通予伊大长。愿主予咱每一个人会读伫主的内面，诚做属灵的大人，予咱来成就上帝伫咱身躯顶所要做的工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